接住落嚟送俾各位嘅折子戲呢，戲名係《穆桂英招親》，係楊家將裏面楊宗保同穆桂英嘅故事。穆桂英呢係穆柯寨寨主穆羽個女，佢智勇雙全，武藝非凡。同楊宗保成咗親之後呢，就成為楊門女將其中嘅一位表表姐。講翻楊宗保，楊宗保咧當時因為要破天門陣，就必須咧去到穆柯寨咧，要借穆柯寨嘅鎮寨之寶呢個降龍木咧，係作為破陣之用嘅。喺去穆柯寨嘅途中咧，喺山腳咧就已經撞到穆桂英。兩個人咧就打起上嚟，正所謂咧不打不相識。佢哋大家咧俾兩個人嘅英姿咧係互相吸引。因為楊宗保咧係名將之後，穆桂英咧亦都係想以身相許，想陣上咧係招親。究竟楊宗保會唔會就範？穆桂英會唔會借降龍木俾楊宗保作為破陣之用呢？大家睇啲以下落嚟呢一節子戲咧就有分曉啦。我哋現在有請凌峰小姐同埋林影彤小姐為我哋演出《穆桂英招親》，有請。
代出英雄，忠義滿門皆好啊看。一心借出降龍木，破除妖陣滅那遼國。耳邊忽聽馬蹄聲，該讓木抬頭來觀看。雷天先講詐欺詐經倍感不安，嘲諷絕色使我不禁心跳異動。原來是木柯，就係木小姐，幸會幸會。既知本小姐威名，還不讓路，意欲何為呀？木小姐，本將乃是三關元帥楊延超之子楊宗保，有事特來相求。你就是天波府楊宗保嘛？正是。意外逢合裏，心中不禁樂洋洋，因有任務拜訪初相，不怕遙遠同場，為盼直言講出真相。希望你成全沒障。將軍，你可知降龍木那是真山寶物稀尋常，焉能隨便借他人？還望緣情多木小姐，若非破陣必須降龍木，我又何路不屑放嬌啊娘？幸無拒絕當為限，否則壯軍情難輸量。我呸！
太囂張，居然出口把人傷。須知穆桂英向來人倔強嘅，要借降龍木，除非能勝我手中槍，手中槍。你太披槍，太披槍啊！全心作梗，你聽遭殃。中保勝剛強，又何懼一女將？若然係不怕死啊，就請一試我嘅楊家槍，楊家槍。穆桂英，盧牧平金馬場，猛力無窮，似我虎擒羊。心內暗慌張，如何抵禦這小婆娘？
人說天波苦來楊家將，英雄無敵世無雙。原來係徒負虛名無伎倆，勸你從今休在青我呸！不必多說廢話，敗於你手中槍啊，仲參過飲砒霜。無顏啊無面，任殺任斬，聽專義，他死不甘良。強將軍，方才氣宇不忘身，勝敗等閒有間意，知識雷霆落，聽我訴衷着愛君年少，又英雄，見君義勇保河山，代代出忠言，人人皆願係比翼負雙臂，願孝廉之同並蒂，與君成美永世結鴛鴦。湯夢搭穩風鞋面，此世頭成無意。楊家將啊，個個自堅強，山寇啊，女兒非啊對象，正邪難以啊配成雙。倘若有緣能啊遇上，奈何無夢往事涼，快息痴心，你休亂想我楊宗保乃是堂堂大元帥之子，李牧哀寨就只不過是一個綠林草寇，又焉能共結秦晉？哼，將軍，你未免太偏見。木柯寨合意作傳揚，我父也曾為宋將，從軍報告至沙場，因被奸臣屠山上，你木槍黑道當強亮，貴英都欲結更邊青，不是人無教養。將軍，如果你應承親事嘅，我決定棄暗投明，助你一臂之力，同保宋室江山，也不負你楊家世代英名啊！請將軍你三思。
聽其言心跳動，敬他大義深明人爽朗，善他一身武藝聲昂藏，愛他秀麗溫柔飛夜蕩，喜他情深一顆震檀浪，但又怕私定姻緣會招追撞，真教我心如流亂暗穆小姐，蒙你真誠一片托嘅終身，我又恐怕福薄無緣登遠望。有為父命最難當，何況兒要求正來侵，還需力壓圖。何懼敵人聲勢壯，憑我一肩扛龍木，定可消衷心下禮謝紅妝，難得意愛誰稱，自覺此生不能往。相對對情意長，喜慣最永共唱。情無量，愛念強，永伴卿多樂暢，同偕百年真心相。穆桂英啊！